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aith， 一個執業會計師啦。咁我同阿 Edmond 咧，其實就相識超過15年㗎啦，佢嚟緊會喺今次嘅立法會入邊咧競逐佢嘅立法會議員呢個位置啦。咁我係相當支持嘅。咁因為喺過去4年入邊咧，其實 Edmond 咧佢為業界其實做咗好多嘅工作啦，亦都無間斷咁樣咧就為我哋業界發聲嘅。咁我其中一樣好深刻嘅咧，其實會有打擊假會計師，同埋就係同我哋業界發聲，可能爭取優化一啲上市審批流程啦。業界入邊幫我哋去支援我哋，可能吸納一啲新嘅人才啊，喺大灣區入邊。咁呢啲其實我都好欣賞，都佩服阿 Edmond 嘅毅力嘅。覺得如果佢嚟緊會繼續喺立法會入邊嘅會計界為我哋嘅業界服務咧，我係絕對支持嘅。咁所以請記得投佢一票啦！守護專業，我會繼續提升會計師嘅專業地位，包括去源頭打擊假會計師嘅問題。此外，亦都會繼續舉辦 CPD 嘅課程，希望可以提升業界嘅專業水平同埋能力。此外，亦都會同監管機構繼續保持密切嘅溝通，確保我哋嘅監管與發展並重，解除業界對監管嘅擔憂。最後，亦都會將我哋嘅聲音化為行動，同政府嘅相關機構保持密切嘅溝通，將業界嘅各種訴求帶入議會。12月7號請投票支持我，2號黃俊碩。